观众朋友平安，老师你好，平安你好，平安，好，拄则为什么咱今仔有一点点啊？较晚吼，因为吼拄仔你换相片啊，我昨昏看到即张相片，无真足看哦，想讲这是迄个，这是啥物？蝴蝶台语名讲？叫尾鸭，尾遐，尾遐对无吼？尾鸭，尾遐，尾好，来，所以呢，咱拄则你换，阮来背景吼，即份换安尼，即个就是即个啥物毛毛虫的台语名讲？阮拢讲叫赤毛高堂，赤毛高堂哦，有一个朋友起来哦，伊讲啥物鸭哦，鸭是迄个蝴蝶，就是但是鸭，尾我鸭讲尾鸭尾鸭，哦。我拢毋知影呢，嘛是学袂起来哦，毛毛虫。所以这开始真正吼，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因为咱今仔要来讲名对无？伊细汉的时叫做赤什么？赤毛高堂，赤毛高堂，啊来大汉叫做尾牙，是安尼吗？好，你好，多谢你吼。第一摆今仔日第一个是梦辰弟兄。真欢喜看到你吼，好，所以咱今仔要来讲改名吼，咱毋是算命哦，但是吼，老师今仔要来讲命运较命吼，有啥物关系哦？就像即个赤毛高堂，赤毛高堂变做即个牙安尼吼，尾鸭，吼，名改变，伊的人生就无共啊，对无？吼，一个是袂飞，一个会飞吼，所以咱今仔嘛要讲迄个，要来问老师哦，这是老师的名吼，有啥物意思？来分析，我先问你即个名什么意思？我的名吼，大家有看到吼，我的名有树木，来呢？来，迄个两个字吼，拢分钟拢有迄个，拢有草啊哦。我的意思应该就是讲，要互我食足济草的款哦。可能就是我想个是迄个爸爸要互你的性命身上草吼，足旺盛啊，一年四季拢真青。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。有可能，对。安尼讲真好吼，就是足济草，来伫树林内面，所以用袂了吼，来个像迄草安尼吼，踏袂死对无？互人学白倒，无要紧，佫徛起来安尼。老师诶，我的名叫坚信吼，最主要是阮爸爸吼，甲阮妈妈是头一代的基督徒。伊我出世时阵吼。伊跟家族者迄个牧师讨论过，讲我即个囡仔，我毋望伊后摆的信仰会足好，会当世人吼来跟对伫上帝骹步来行。所以就爱号我的名叫坚信，坚固信仰坚定我的信仰安尼。真好的名吼！你爸爸妈妈拢有信仰，所以希望你会当坚持这个信仰。观众朋友。有人要甲咱讲看觅啊，你的名是啥物意思无？你会当写伫下骹哦，等下吼，互老师来要看觅啊，你的名吼。咱即本有陈美华哦，一个陈美华佫有张梦辰，即本有留言的伫顶悬吼。你会当写看觅讲，你的名是啥物意思？为啥物你号即个名？你敢有改过名？来啊，即个。老师要看觅啊，即个梦辰，系啊，梦辰，跟讲孟子有关系无啊？敢会家己解说一下吼。好，所以咱今仔日要讲你的名叫啥物吼？有啥物特别的对无？是吼，迄个咱来看一开始顶吼来，当上帝改变一个人的名的时阵吼，并且互伊一个名，为什么要互伊一个名？因为往往要建立伊一个新的身份，
咱伫顶前几个礼拜，林老师讲到一个人，讲到什么啊？阿伯兰，吼、是有阿伯兰吼，啊，伊有这个阿伯拉罕，啊，我伫这个听林老师的这个课程，我讲，为什么命会变来变去吼？啊，我就真有趣，我就伫旧的时阵嘛有这种现象，啊，伫耶稣时代生的时阵嘛有这个现象，啊，我就去找吼，啊，伊讲着吼，每一个名拢有伊特别的意思。伫东方吼，有像比如讲伫台湾也好，还是中国吼，爸爸妈妈互囡仔好名的时阵，拢有伊的一个想法。有可能要这个囡仔好有饲，啊嘛有这个囡仔是爸爸妈妈未来一个希望，还是愿望。啊，像学这个囡仔的名，然后号着一个名，永远去纪念这个伊爸爸妈妈所想的愿望，或者是这爸爸妈妈对伊囡仔的期待，啊嘛会号一个名。吼，啊所以吼，系啊，细汉的时，阮朋友拢是，因拢做侪拢是去互算的，啊，所以算命伊拢敢若会晓号几个对无？啊，所以因拢讲，菜市仔名的做侪拢共款的吼，就是无爸爸妈妈特别意思，就是为着要算迄个啥物所谓笔画对无吼？啊，我问你吼，为什么这个算命要算笔画？算命为虾米要算笔画？这我毋知影嘿，毋捌研究过哦。有人知影无？我捌听过有人咧讲啦吼，因为这是一个牵算叫做迷信啦吼，是牵算吼。因为讲吼，人的出世有有一个叫做轮回，啊，这个轮回你爱用你的命，你的命伊讲啊，这命有轻有重，啊，如果你的命伤轻。你再去号一个名啊，重的伊一个平衡啦吼。有可能我号这个名了，我有可能会拄好摇钱；我号这个名了，我有可能我下摆吼会赚到足个钱。我号这个名以后，我下摆有可能敢无共款。吼啊，所以去算我现在会用迄个生辰日月吼，日月嘛，几月几日啊几时啊，加上我的名吼几月啊，伊的有是偌重啊，加做伙了，我的人生有可能下摆。一生拢顺利啊！是安尼哦。观众朋友，你的名敢有改过？敢有去互算过吼？好，真趣味吼。好，所以咱拄要讲，老师有讲到阿伯兰吼，即个阿伯兰的意思，我就是尊贵的老爸吼。尊贵的老爸。咱伫即个圣经内面吼，听着阿东阿花嘛吼，啊，都拄着人的名，啊，有一个吼，咱圣经常听着叫阿伯兰。阿伯兰尾啊吼，对阿伯兰吼，尾啊，伊上帝改名吼，改就是改这名。是对啊，咱互逐个来写看觅，这应该有人知哦。阿伯兰改名改叫什么名？答对有奖，有人知无？咱会当写看觅好。啊，为什么要改名呢？有人知影吗？因为伊甲上帝吼是好朋友，对啊。到年来时阵拢无逝世，拢无囡仔。伊讲迄奇怪，上帝互我为我的老爸带出来即个所在，伊讲要安怎奇怪，我甲遮老啊吼，我无半个囝，上帝是要安怎祝福我？我上帝有祝福伊无？是，有啊，上帝讲伊要足济子孙对无？但是伊拢看无啊，拢看无，已经90岁啊，佫看无对无？99岁。是佫看无，所以就改名。毋是改名，是属于一个囡仔，一个安尼哦，一个安尼，属于一个囡仔嘿。是，所以伊其实帮伊改即个名是要互伊一个，无人写呢，足奇怪哦。这应该足侪人拢会哦，可能网络的速度上慢，好，安尼袂要紧吼。来讲，所以改做阿伯拉罕。阿伯拉罕吼，阿伯拉罕意思是讲真济国的老爸，伊原来是叫尊贵老爸嘛吼，你也变成真济国的老爸。虽然上帝赐予一个囝叫以撒吼，但是为以撒了，真是一个大国哦吼。
对，100岁是可能一个囝尔哦，来迄个讲伊是多国吼，足济国的老爸吼。对。因某嘛是呢，因某嘛互改名对无？对嘿。那因某吼原底名叫萨来吼，伊意思讲是我的王后，也是我的公主。因为吼上帝阿伯拉罕吼，变伊也可能改做名叫阿伯拉罕嘛，伊讲叫阿伯拉，甲阿伯拉罕。因为这阿伯拉意思讲是德国的老爸，所以咱会要吼，咱尾后上帝嘛，互因伊太太这个萨来吼改名，改做啥名？改做啥物名？有人知无？这应该萨来，伊改的名吼，足成的呢。头甲伊的丈夫吼阿伯拉罕叫德国的老爸，真济国家的老爸嘛吼。因太太叫做啥物？因太太叫啥物？有人要约看卖啊无？今仔可能逐个拢去食饭的款，无闲拍理。嘿，所以伊改做萨来变成萨拉，但是台语嘛是叫萨拉。有人讲叫萨列啦吼，但是有人萨列吼，但是讲萨拉啦拢会使吼，伊总是一个翻译的名嘛吼。所以因翁叫做因翁，若是足济个的老爸，安尼伊爱变足济个的老母啊，对无吼？是叫做德国德国的老母吼，多国的父母的母亲哈，多国的母亲。好，安尼伊100分，即个来有另外一个人哦，出现啊。一个足出名的人吼，叫做雅各吼，这有原是阿伯拉罕的孙啊。孙啊吼。孙啊吼。孙啊嘿。雅各啥物意思？雅各的意思就是掠。但是因为伊出世的是掠因哥哥的骹。对啊吼，嘛叫抢啦吼，抢物件抢，伊啥物件伊拢卖嘛吼，啥物件拢要抢，嘛讲掠。啥物拢要抢。掠着因哥哥的骹吼出来嘿。是，所以后来伊就改名。上帝原来改名，讲你今仔开始了，你无再叫做雅各，你要叫做以色列吼。以色列啥物？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是啥物？这个较难，这个毋知影。即摆有一个国家吼叫以色列嘛吼，一个国家对啊，就是伊的后代。国家名是为遮来的吼，伊是为遮来的。因的名为遮来的，对，一个足厉害的国家对无吼？因即本发明足济物件，第一名。好，所以伊的意思就是有上帝快乐，吼，嘛是甲上帝相应的人，嘛是上帝的王子。真好的意思吼。本来是较难抢，即阵毋免抢，有上帝的快乐。抢啥物拢赢安尼嘛？甲上帝相应吼嘛赢吼。这毋是上帝，这是天使甲天使相应啦吼。伊有一届就是讲，堪伊踮遐会讲，你若无爱互我祝福，你就袂使走，对无？伊即个雅各吼，甲上帝使者伫遐相应几暗，因较过天啊，天要光啊，上帝讲我要转来，我袂甲你相应啦，我要走啊。如果你无祝福吼，我就帮你走，你就爱甲我一块离家嘿。对，所以伊的名就改做叫做以色列安尼。以色列伊有叫上帝快乐吼，嘛讲叫是上帝王子啦吼。咱大家看着遐吼，拢是迄个通过旧约吼，迄个上帝互伊所祝福人会改伊名，还要成做伊一个快乐吼。但是咱来看哩耶稣的时代吼，就是个新约时阵吼，咱嘛有看着吼。这毋是改名，这是上帝直接来号名。好，咱来看两个所在，咱先看马太福音第1章20至21节，头才讲吼。
当上的是，这当上的是，这一上啥物个上？是约瑟个上吼。当约瑟个上是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讲，大卫的后裔约瑟啊，袂得惊，着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。吼，来咱看下吼。伊要生囝，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。吼，这个是啥？这个耶稣这个名上会好诶，是上帝，上帝好诶上帝直接好诶，直接好诶哦吼。这直接甲伊讲你的囝叫啥物名？对，啊未出世就好好啊。对，是好好啊吼。咱倒来看下骹一个吼，一个人，这个人吼是迄个耶稣的结拜兄哥。结拜兄哥，应该这边应该是讲叫做表哥啦吼。这边嘅堂哥，表哥，表哥是咱来看路加福音1章12至13节吼。撒加利亚看见，撒加利亚吼是一个祭司哦吼，是祭司吼。撒加利亚看见就戆眼惊吓。哦，啥物叫戆眼？啥物叫戆眼？戆眼，就是戆，就是变戆安尼嘛。吼，伊无惊着，啊了都毋知影办，拢有可能拢安定定，啊毋知影办。哦，惊一个，我定戆去啊。人讲咱华语吼叫做失神啦吼。看听日搭都毋知影办，啊，拢戆伫遐徛吼，叫戆遐啦吼。叫做失神，天使对伊讲吼，撒加利亚袂得惊，来迈骹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听去啦。啊，为什么祈祷？因为吼，伊嘛是无囝呢，知道啊。啊，想讲啊，因为伫当时的犹太人讲吼，如果是一个翁甲一个某结婚啊无囝吼，是一个足见笑代志。啊，上帝伊听到你祈祷嘛是为一个囡仔，后来咱看下骹。是。你的某伊丽莎白要生囝，你着家伊号名叫约翰。来有两个吼，一个迄个玛利亚甲约瑟的囡仔吼，叫做耶稣。耶稣。上帝是会好诶，吼，来咱看吼，即个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，即个囡仔伊要出世，即个名犹原是上帝好诶，啊未出世就讲迄个名再叫约翰吼。是。啊，为虾米要叫做耶稣，要叫做约翰？为虾米叫耶稣？耶稣诶意思是虾米呢？是虾米？有人知无？耶稣就是救主对无？敢是？来，有人要看看卖啊？系啊。今仔大家拢来。食饭。今仔日逐个可能拢咧食饭嘿，无人要写。耶稣是啥物意思？有人知影吗？好，咱来看卖啊吼。来看卖一个吼。耶和华是救恩，还是讲吼上帝是拯救拢会使啦吼。因为迄个耶和华是上帝名吼，所以上帝名叫耶和华吼。耶和华。啊，因为即个耶稣是上帝伫创世，伊就是都有一个计划，人拢是犯罪嘛，后尾耶稣来拯救咱世上的每一个人吼，所以讲耶和华是救恩，耶和华嘛是拯救吼。所以伊还未出世，就是去互命定要来救人。要拯救世间人的吼。拯救，来，约翰的意思是啥物？约翰的意思是啥物呢？约翰的意思是有人讲啊，是啥物？爱哦，伊可能讲耶稣的款哦，但是你可能拄来咧讲耶稣，是听吗？还是讲约翰？咱来看卖啊。看人要得回答无哈？主是仁慈的，其实啊，主是仁慈的，伊本身嘛是听哦，因为伊无听特别有吼。
啊，也好啊，嘛是听哦，伊无有听，特别有救阮阿嬷，袂有拯救。啊，你人发现哦，那有可能我要叫伊创哈？啊，为什么迄个上帝会将伊独生囝耶稣予咱，等于是一定嘛是会听。对，嘛是会听。嘿对，就是因为听对无？所以梦辰弟兄答对啊，对无？100分。100分吼。厉害厉害。我拢毋捌去想过伊的名是啥物意思。足侪朋友拢叫做约翰啊，约翰对无？John，外国人毋是都爱叫 John 的吗？对，拢叫约翰吼。原来伊的意思就是听吼，是听吼，忍厝吼。好，安尼讲遮尔济名吼，有人要讲看觅啊无？你有希望你的名叫啥物吗？还是你足介意即份的名？准备换名的话，要换啥物？换啥？老师坚信，安尼做好诶吼。喜乐嘛是袂歹。我捌听过足侪人啦吼，有可能伫台湾是一个民间宗教笃兴诶所在嘛吼，有人伊生活有可能过了无如意，嘛有可能伊感觉伊有足侪代志。伊想讲，我嘛要来改名，改看嘛，改看我的生活会如意袂，我生活会平坦袂吼。你看敢有效？改名敢有效？改名吼，可能有哦，因为伊的心理作用有无？伊会感觉讲，我即份就是有另外一种的意义，对无吼？你是安尼？我的感觉啦吼，为心理上的即个方面去看吼，应该是好，伊会去激励你心内我爱安怎去做，吼，会激励啦吼，会当时时提醒我，我捌经过啥物代志，我会当因为我去提醒我应该去面对啥物问题，吼。可能有另外一个目标，来有一个无共款的方向啊吼，就是感觉共以前的迄个无好，可能感觉无好的，拢清掉安尼吼。即个啥物天乐哦，天乐，天天快乐。天天快乐哦，对，就是喜乐。天天快乐嘿，好耶稣来的时个帮咱改名，毋免改啊，咱迄阵无名，无要紧对无？耶稣都来时，咱就无名啦吼。无名，逐个人拢无共哦，会变形象是吼，迄个耶稣来时，咱逐个名拢叫做上帝王子。上帝对哦，咱拢是公主王子来上帝囝儿啊吼，即份就是上帝囝儿。但是咱讲遮尔济名吼。其实咱改名就是想要改变命运，对无？吼，足侪人去改名就是希望讲伊的命运无共吼，但是信上帝的人随时拢会当改，对无？随时会当改命运吼。我安尼想啦吼，人因为有无如要改名嘛吼，我的认知是安尼啦吼，咱信靠耶稣基督，咱就免改名，因为上帝改变咱的运命。咱免改名，是咱无需要改名，因为咱随时拢会当改命运吼。咱若信靠上帝的话，足好诶，就是会当有足好诶命运吼，足好诶。好，安尼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啥物趣味诶名，会当甲阮分享，会当继续继续写吼。咱每礼拜一 AM 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。台南信教会甲科莫基金会吼，泰国的吼，伫遮联合主持吼，甲咱做伙用台语来讲圣经，用台语来讲讲文化对无？讲足侪代志吼，嘛希望你会当甲阮讲你想要听啥物款的主题吼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平安，安尼后礼拜空中再会，大家平安。